整個如來藏系統裏邊所講，嗰個根同埋樹幹同埋樹枝同埋花葉等係俱時同一時間呈現出嚟，而唔係由種子慢慢發芽，由苗芽慢慢生長嘅嗰件事。佢冇反對過嗰件事，但係佢話你而家已經係，即係話你成佛唔係由種子變成佛，而係你當下呢一棵樹嘅其中某一個部分，就係你所指嘅佛嘅嗰個部分。而你所指嘅佛嘅嗰部分唔係真係佛，成棵樹由花葉、樹枝、主要嘅樹幹乃至樹根，全體加埋一齊先至叫做佛。我哋一般就指嗰個樹所結出嚟嘅嗰個果實係佛，嗰個花係菩薩，嗰個葉係羅漢，得唔得？主要嘅樹幹就係主要嘅我哋所講嘅共同道，唔同嘅樹枝就係唔同嘅不共同道，得唔得？喺其他嘅宗義裏邊，就係將呢一個種子變成苗芽，然之後慢慢長成嘅呢棵樹，就構成一個成佛嘅路徑。係咯，但係而家話俾你聽，其實呢棵樹已經有啦，你唔使等，原來棵樹已經喺度，你就係呢棵樹嘅其中一個部分，所以你同呢一棵樹嘅某一個部分，其實係同一棵樹嚟嘅，包括菩薩嘅花、羅漢嘅葉、佛嘅果，乃至你看似唔係有情嘅法，全部都係同一棵樹。所以四大曼德勒、四大法身曼德勒，加上三個世間，就係整個摩訶毗盧遮那如來大如來，亦即係我哋自己。